用到薄的透亮，却不像传统香皂容易断裂。秘诀是什么？天然的东西萃取的做出来，利用自然阴干的方式，它的扎实度很够。取材自大地，李正峰把自家后院改为药草植物区，深入研究，寻找每一种药草的特性。他还发现客家庄常见的羊耳草对带状疱疹极有疗效，于是大面积栽种，回馈乡里。因为我过去小时候隔壁邻居就是专门采药的，我觉得很多东西应该可以把它好好的发扬出来。倾注20年心血开发草本商品，虽然现代化设备跟技术全数委外，但李正峰说，抓住品管核心，才能对消费者负责。他 know-how 都是在我掌控，就是说我用哪些慢慢做一个测试以后，认为说，这个品质可以的，我们才正式生产。架上一瓶瓶珍藏，走过半世纪，现在拿来作为美容皂的基底。李正峰让这气味继续飘香。这是50年代的老香茅油。50年代到现在很久嘞，很久，50几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是走入夕阳工业以后所留存下来的最后一批香茅油。当宝一样，对不对？把它当作宝一样。黑黑的董红跟米西，闻起来很天然的味道，很香的味道。因为是天然的香味。所以真的就是天然的嘛。当天然的个。所以法国草皂之所以在市场上打出了名声，是因为客家人的特殊习俗，在他们觉得心不安、惊惶的时候，洗抹草水，洗抹草水。可是抹草不是处处可以取得，所以使得李先生开始走上了自创品牌开发之路。天气來動用嘅面絲，而 V 黑天然嘅香味。天氣來動用嘅面絲，而 V 黑天然嘅香味。